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波斯，聊聊中东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74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74天，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内尔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74天。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叫命悬一线，这是怎么回事呢？美国中文网报道说，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在他拒绝伊朗对美国和平提议的回应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已经命悬一线。这一表态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这场已持续10周、造成数千人死亡并扰乱关键能源运输的冲突可能再次升级的担忧。这个特朗普他说，我会说，现在停火协议的情况脆弱，难以置信，尤其是在看完他们发给我的那堆垃圾之后。特朗普把伊朗人的这个回应叫垃圾，我甚至都没把它看完。我会说，现在这份停火协议是最虚弱的状态之一，它现在完全是靠生命维持系统吊着命。这个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气若游丝啊，恰恰像这个穆吉塔巴、哈梅内尔目前的状态，对吧？烧焦的植物人也是命悬一线，气若游丝啊。媒体说，就在华盛顿于上周早前提出一项旨在重启谈判的方案后，伊朗于周日通过调解方巴基斯坦进行了回应，重点要求全面结束战争，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之间的交战。而川普则在周日晚些时候迅速否决了这份回应，虽然没有透露伊朗回应的具体内容，但特朗普称该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我昨天节目也说了，伊朗和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有来有往的这种协议文本，这种谈判的条件，双方披露的都不一样。伊朗只对外披露他要求美国干什么，至于伊朗给美国做了哪些让步，比如说核问题、浓缩铀问题、代理人问题、导弹问题，伊朗他不说，因为这样就避免了伊朗他要向国内的盘们解释，所以伊朗他只对外宣传他要求美国做到的哪些条件，比如赔偿、停火、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等等。那这些他只宣传这些，那伊朗的盘们一看，那慷慨激昂，那都是立马就像那种爽文，那血一，对吧？挠的一下就上来了。血压飙升，因为他对外宣传的都是朗子义正言辞要求美国做到的哪些内容。但是特朗普他更看重的是浓缩铀核问题，那特朗普对这个肯定是非常不满意，就是浓缩铀核问题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个垃圾文件。那至于伊朗方面在核导弹代理人方面做了哪些让步，到现在为止咱也不知道，怎么就让特朗普不爽了，让特朗普不满意。特朗普回应说完全不可接受，咱们到现在不得而知，也就这些谈判细节，媒体也没有拿到这个具体的细节。特朗普已经说了，具体的谈判细节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那朗子很显然抓住这个机会疯狂宣传，打造他的这个人设，抢占这个舆论的制高点，这也就是特朗普比较迷惑的地方。在会议室里谈判，说伊朗人显得很理性，非常这个务实，一出了会议室的门，他马上换作一副面孔。所以特朗普不得不感慨，这个伊朗人打仗不行，但是谈判是一把好手，这样也好让这个特朗普的未来接班人之一万斯让他知道跟这个朗子打交道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回应遭特朗普否决之后，德黑兰在周一为自身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表示，伊朗的要求是正当且合理的，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地区乃至全世界利益与福祉。对了，他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也是为全世界着想。他这个逻辑倒是符合正义联盟这些国家一贯的逻辑。拦路收费垄断是为了大家好，朗子现在态度学会了，他把霍尔木兹海峡拦住了收费，这是为大家好。你这一套逻辑对国内可以，你对国内的波斯人对你的老百姓讲这一套，那人家没办法。你拿这个在国际上讲，那只能挨大嘴巴，可没人惯着你。巴盖伊还强调，伊朗关于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黎巴嫩建立安全机制的要求，应当被视为一种慷慨且负责任的提议。你看，也就是说，
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那是一种慷慨而负责任的提议啊，这就像极了印度有些地方把景区一拦收费，这也是合理的。有的高速公路大桥经过景区啊，也就是在那个高速公路桥上，你从车窗那儿能看见景点，而且看见景点的视觉还挺好的。为此，那警方更厉害，那个景区啊管理的那个人家把那大桥那儿用围挡给挡上，你开车路过你看不见，不让你看，想看你就交钱买门票，缺德带冒烟。你看这一套朗子人家也会。周一下午，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透露了伊朗回应遭到其拒绝的更多细节。特朗普说，他说伊朗领导人此前同意交出该国拥有的高浓缩铀，这也是双方此前争议最大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德黑兰却在最终提交的回应中出尔反尔。这一点咱们节目里反复强调，朗子他是拿捏特朗普，就在特朗普耐心要耗尽，火冒三丈，正要下令武力解决的时候，朗子扑通一下跪下，一切好谈，要什么给什么。等到特朗普这气消掉了，朗子也开始找借口，不行。那特朗普的气一点点的积攒，特朗普的失望，也就说白了，特朗普跟朗子谈判就是一个失望积攒的一个过程，也是他的耐心消耗的一个过程。等到了极限，朗子突然又跪下了，一切都好谈，通过巴基斯坦再来传话，就这么极限挑战在训练或者叫条件反射这个训练，所以特朗普跟朗子谈判实际上就是上当了，也就是你有所求，你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而且仰仗外交手段，那你就上人家的套，把人家就利用。不能不说，从停战以来美伊之间主动权多多少少是滑向了伊朗这边。主动权滑向伊朗这边的归根结底原因就是特朗普对谈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你有所期待，那你一定会失望，一定会被别人利用。特朗普就说他抱怨了，他说就在2天前，他们还说你们必须把他运走。你看看，也就是朗子咣当一下给特朗普跪下，这个浓缩铀不要说这个我们不要了，而且我要求你们美国人必须把他拉走。你说特朗普是晕了，脑袋都嗡嗡的响。等到特朗普气一消，人家这边开始各种不配合，各种扯淡。特朗普说我们原本是准备配合他们这么做，但后来他们又改变主意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一点写进文件里，所以当他们把这份文件发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等了4天。实际上这种东西10分钟就能写完。你看这事情本来非常简单，我们拿走那些东西，他们保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拥有核武器，另外还有几项次要内容，但他们就是做不到，所以他们先是同意我们的条件，然后又反悔了。这就是伊朗6000年文明的谈判技巧，先全部答应，吊美国的胃口，吊特朗普的胃口，完了之后再慢慢谈判中，人家慢慢在做减法，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他讲客观困难了，到最后干脆书面协议里面他就不写，那都是嘴上谈的，对不对？书面协议交给特朗普，特朗普大失所望。特朗普还在周一驳斥了外界对于他没有明确结束冲突方案的批评。特朗普说，人们总在问计划是什么，计划其实非常简单，首先这场封锁本身就是军事天才之举，就像委内瑞拉问题上行动也是军事天才一样，事情其实非常简单。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们绝不能拥有，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下一秒以色列就会消失。特朗普说，这个伊朗人只要拥有了核武器，1个小时之内就会攻击以色列，这拥有了核武器之后1个小时之内他就要攻击以色列。所以说以色列人紧张着急害怕，以色列就会消失。他说接下来可能就轮到欧洲遭殃，而我们是在为全世界做这件事。我倒是觉得朗子有了核武器，首先以色列肯定是第一个要遭殃的，但是欧洲不一定是下一个很有可能是他周边国家王爷国，甚至包括某些现在跟他称兄道弟的正义联盟的国家，欧洲还得往后排一排。朗子的核武器数量不多，所以说还是紧着别人先用。这个特朗普人家咬死一点，无论如何伊朗都不应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说，如果我没有终止奥巴马的协议，他们6年前就会获得核武器并立即使用它。不过特朗普他若有所指，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反正值得推敲。特朗普他说，只有大国
和美国有能力从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尔多受损的地下设施中取出油。也就是去年12日战争，特朗普不是派 B-2这个隐形轰炸机吗？用这个巨型钻地弹把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尔多核设施给炸了，然后这东西就垮了之后，把它的浓缩油什么的就封在下面。到现在，特朗普说只有大国和美国有这个能力和技术，从这个废墟下面把油给取出来。我认为特朗普这不是在夸奖大国，多多少少是在敲打大国，是点醒这个二哥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前2天特朗普已经说了，他为此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太空部队，24小时严密监视、盯住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尔多核设施，任何人靠近他都知道，他甚至能查到这些人的门牌号、家庭住址，而且他威胁说，一旦有人靠近，他就要引爆，也就是这个废墟。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这话意思说来说去就是警告二哥，你不要去帮伊朗人搞这些事情。特朗普说这话不就这意思吗？那现在只有2个人有这技术，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大国，能去这个废墟下面把这个油取出来。他就说那个地方被我盯紧了啊，我现在24小时实时监控，任何人接近他都知道。完了之后他会引爆这个核设施，所以多少他是在敲打二哥，不要帮伊朗人搞这事。只有其他的国家，特朗普认为叫不足为虑。其他国家是谁？那就是阵营联盟大哥，就是对吧？俄罗斯普京胸脯是拍的啪啪响，是吧？啪啪啪的拍胸脯，说你们俩人把浓缩铀送到我俄罗斯来，我来保管。特朗普对此是不屑一顾，认为这个俄罗斯即使想取这个浓缩铀也拿不走。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就在停火期间，如果俄罗斯比如说强行的派一支专家把浓缩铀给运到俄罗斯去了，那伊朗人说了，我这没有浓缩铀，俄罗斯拿走了，你找俄罗斯去，我这没有了，对不对？你随便看，你派专家来检查，没了。那你说美国怎么办？美国跟俄罗斯去要吗？会不会？所以这也是个问题。假设某大国帮伊朗人把这个浓缩铀给搞出来了，运走了，那伊朗已经没有浓缩铀了，对不对？那你美国是不是可以停火了，可以达成协议了？那特朗普肯定是不行的。特朗普是要460公斤浓缩铀控制在美国的人的手上，所以我认为这是特朗普最近絮絮叨叨的讲这些话，恐怕就是在敲打阵营联盟。俄罗斯总统9日表示，就是普京9号就是胜利日阅兵的时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普京一高兴，他说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为要求将浓缩铀运往美国，导致伊朗也放弃转移计划并恢复强硬立场。你看普京也要插一杠子。所以我们再看特朗普说的这话的意思，那显然他觉得俄国人没有这个能力把这油拿走，所以他就拿话点一下这个东大，不要干这种蠢事。所以这个话他表面是在夸东大，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东大和美国可以把这油拿走，实际上是在敲打。但是即便这样，当记者问特朗普是否认为能与伊朗现政权达成协议的时候，特朗普肯定回答，他说他相信伊朗在与华盛顿的谈判中将会屈服，并说他正在考虑重启他所谓的自由计划，这是被叫停的美国行动，旨在协助被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滞留的船只。特朗普还说，如果该任务恢复，将只是更广泛军事行动的一小部分，并补充说他将对付伊朗的领导层，直到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伊朗政权由一群极力希望达成协议的温和派和一群想继续战斗的疯子组成。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伊朗的温和派和伊朗所谓的强硬派想继续战斗的疯子，他们也不排除是在演戏给特朗普看，唱双簧。特朗普看着迷入戏了，一旦特朗普出戏，那恐怕就是武力解决的时候。面对特朗普的反应，那伊朗人在抢占舆论高地互怼这一块，那伊朗是绝对不甘示弱啊，要坚持把这个说最狠的话挨最多的打发扬到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已被证明是该地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我们不是欺凌者，相反我们是反欺凌。看看我们的行为，看看别人的行为，
是我们对千里之外的国家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吗？是我们在一天内杀死了170个无辜的人吗？是我们恐吓和欺凌古巴、委内瑞拉和西半球其他国家吗？我们是在外交过程中犯下如此大罪的人吗？伊朗、古巴、委内瑞拉有没有犯下什么大罪，咱们不知道。总之简单点说，就是东王射日，没毛病。这个伊朗人说，攻击一个国家，摧毁其基础设施，暗杀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公民，是负责任的行为吗？这个负不负责任咱也不知道。总之这个世界绝不容许一个国家把门关起来，欺凌自己的老百姓，最终会有人管的，这叫报应不爽。有很多国家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关起门来，我不祸害别人，我关门，我在管自己人，内政你管得着吗？他抱着这种理念，还不知道什么叫文明。这个伊朗国家安全发言人雷扎伊他说，美国最好的办法是投降。从今天起，我们的克制已经结束，任何针对我们船只的侵略行为都将招致伊朗对美国船只和基地的严厉而果断的回应。时间对美国人来说越来越紧迫，他们最好不要愚蠢的行事，让自己越陷越深，陷入他们已经陷入的泥塘。最好的办法是投降并做出让步。你们必须适应新的趋势、区域秩序，也就是朗子开始劝降特朗普。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也回应特朗普的这个回应。这卡利巴夫说，除了接受伊朗人民在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任何其他做法都将完全无法达成结果，只会是一连串失败。他们拖延的越久，美国纳税人就要为此付出越多的代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他关心美国纳税人，你们交的税越来越多，反正伊朗人民吃草都能顶3年，你们能吃草吗？就这意思。你美国人汽油价格涨了1倍就活不下去了，我们吃草还能扛3年。这个卡利巴夫还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击。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只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全世界都已明白这一点。我们已做好应对所有情况的准备，他们会大吃一惊的。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特朗普在对伊朗停战谈判中的处理方式越来越感到失望。一些助手表示特朗普现在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被封锁，以及特朗普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产生分歧，导致伊朗无法在核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这2件事让他尤为不耐烦。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对下一步行动存在分歧，一些人主张采取更强硬的策略，包括实施定点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地位，而另一些人呢，则敦促白宫继续走外交谈判路线。特朗普政府中的许多人希望巴基斯坦的调解人在伊朗的谈判中采取更强硬、更直接的态度，甚至特朗普的政府的一些官员怀疑说，巴基斯坦的中间人是否完全传达了特朗普对谈判停滞不前的失望情绪，也就是这个中间人巴基斯坦，你在里面到底在搞啥？特朗普的意思，那巴基斯坦人恐怕也是减量酌情转告给伊朗，伊朗意思呢，巴基斯坦人恐怕也是添油加醋或者酌情减量告诉美国。与美国官员们认为的现实情况相比，巴基斯坦可能向美国呈现了对伊朗立场更为乐观的解读。那当然了，中介就是这样，中介总想把这事促成，总是对特朗普说，你再坚持一下，再给点时间，伊朗那边已经马上就要达成了，他们内部乱成一锅粥，马上就要达成一致了。那对伊朗这边，你再坚持一下，你再稳一稳，特朗普那边马上就要，所以说巴基斯坦肯定是这样的，巴基斯坦总不能，也就是说斡旋他总不能拱火浇油，所以每个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一周曾接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实际上在5月2号、3号上个礼拜特朗普的手已经摁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当然了，这是咱们自己说的，也就是本来准备下令要轰炸的，但在特朗普核心圈的顾问们极力劝说下，决定暂缓行动，以便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给最后一次外交谈判尝试留出机会。那么以色列的国防军高级军官们在闭门讨论中表现出统一的强硬立场，
主张以色列领导层应认真考虑对伊朗国家基础设施实施战略性打击。以色列国防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穆吉塔巴是阻碍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也就是这个坐标已经锁定了。穆吉塔巴烧焦的植物人刚刚恢复一点，还能活多长时间，这都是个谜。媒体报道，星期一昨天，特朗普与他的高级助手幕僚们召开了这个会议。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出的方案包括自由计划，该计划将由美国军方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护航。另一个方案，恢复对伊朗境内尚未打击的 25% 的目标打击。5月11号，根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悬赏最高1500万美元，以获取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资金运作机制的信息。悬赏由美国国务院发布，旨在获取有关伊朗革命卫队及其圣城旅收入来源、资金渠道及关键金融支持网络的信息。美国国务院表示，悬赏目标包括协助革命卫队规避制裁的空壳公司以及个人及与其存在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寻求有关伊朗如何向其恐怖组织及民兵代理人转移资金与物资的信息。也就是美国要从资金方面掐断伊朗跟地区代理人、跟革命卫队等等，就从资金这块给他掐断冻结。我们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接受这个60分钟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他说，主持人问他说，以色列情报部门为什么没有在伊朗策划一场革命以推翻现政府的？内塔尼亚胡他就解释，既然以色列和美国有这么强大的情报能力，都能锁定伊朗这些高级官员行踪，也就是这种细致入微的情报收集能力，堪称现代这个世界情报的这个奇迹。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在伊朗内部搞一场革命？内塔尼亚胡他就说了，他说这些情报能力以及这些斩首能力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家内塔尼亚胡说的很明确，你要想搞政变、搞革命，这些能力是必须的，但是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这需要很多条件，不仅要攻击领导层，那里还有大量民众。要知道，伊朗每100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秘密警察，他们如同所表现的那样，随时准备残忍的杀害本国人民。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鸡蛋，你要从内部打破，它就是生命；你要从外部打破，那它就是食材。你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你强行在伊朗搞这种政变，那很有可能搞成阿富汗那样，前车之鉴。这些还得看朗子内部的人，波斯人，还得看波斯的那些基本盘盘们什么态度。朗子的基本盘现在还是沉浸在巨大的胜利的喜悦之中，因为在朗子的宣传部门这个强力宣传之下，特朗普已经逃跑了。盘们认为朗子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这一战，朗子在世界上已经扬名立万，打出了国威，什么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朗子的基本盘他就是这种观点呢。美国人吓得跑了，屁滚尿流，中东的王爷国吓得一个都不敢说话呀。这个特朗普他也说，他说抗议活动实际上指的就是2025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个激烈程度，你知道人们都在关注，他们想走上街头，但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枪支。我们原以为库尔德人会给我们武器，但他们让我们失望了。库尔德人只知道索取，他们在国会享有盛誉，就是伊朗的抗议者，国会会说他们打得很拼，但那都是收了钱才拼的。特朗普说，我对库尔德人非常失望，顺便说一句，我早就说这行不通，但是我反对他们的做法，他们把东西拱手相让，我当时就说他们永远到不了那里，结果我说对了。特朗普当然呢自卖自夸，他说我们给伊朗抗议者送了一些枪支和弹药，本来应该交付的，但他们私吞了。也就是特朗普这美国政府给库尔德人一批枪支和弹药，希望他们转交给伊朗的抗议者，结果这批枪支和弹药被库尔德人给私吞了。这特朗普说他们是一群没有武装的抗议者，这点抗议者一点也不暴力，伊朗政权却向他们开枪。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朗子的革命卫队
这个骚操作啊，什么叫农夫与蛇的故事？现代版。根据媒体报道，一枚伊朗炮弹击中了卡塔尔海岸附近的一艘散货船，这不是游轮，是散货船，袭击导致该船起火，也就是卡塔尔的一艘船遭到了伊朗革命卫队的炮击。这个卡塔尔大家知道吧，一直是在帮助伊朗斡旋，甚至在巴基斯坦面做幕后工作。半岛电视台还是在卡塔尔，对不对？他是专门帮伊朗还宣传，结果伊朗连卡塔尔都不放过，真的叫六亲不认。如果说卡塔尔这个咖位还小了点，那行，这个朗子啊，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电视台等国家媒体以视频等形式高调发布消息，称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就是革命卫队海军特种部队，在阿曼湾发动特别行动，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货物的油轮海洋锦鲤号，罪名是该油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高调宣称，在这次行动中，以海军将这艘油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至于海洋锦鲤号，这个是哪国的大家都知道，我记得财经网上报道过，是东大一艘大型油轮，船东和商业管理人士，就是船上的船员都是上海海域航运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浦东瞻阳路。朗子，你把这个船扣押了，你可以说是误操作，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是一家人，这个误会。但是你伊朗国家电视台媒体在国内疯狂的报道宣传，说是根据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命令扣押的，大肆宣传，这个有点过了。因为这个海洋锦鲤号它已经被美国制裁了，它为什么被美国制裁，成为影子船队的一员，是因为他替伊朗在运石油，结果伊朗人现在背后来一刀，把他给伊朗人也给他扣押了。你说这个船东他不是裤衩子都配掉了吗？你说你帮伊朗人运石油，你现在遭到伊朗人这样的对待，什么叫做蛇的故事啊？这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实际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就是朗子这种国家，所谓的正义联盟之间没有正义，都是各怀鬼胎啊，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本来就不一样，他们暂时走到一起。对此胡锡进老师表示不知情，他也不会评价的。三弟打了二哥，误会，千万不要中了美西方的这种挑拨离间。好，这一期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